Aiden。咦，兩位係咪嗌我啊？係啊，咦，我見到你喺海報入邊喎。係啊，呢個係我嚟㗎。咁就啱啦，我好有興趣想參加呢個天馬獎啊！你會唔會可以話俾我多少少知道咧呢個詳情啊？梗係可以啦。不如咁啊，兩位跟我嚟啊。好啊。Hello，幾時？ 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好，兩位年青人咧，想了解一下天馬獎啊，我帶埋佢哋嚟，唔介意嗬？唔緊要，好歡迎，請坐，請坐。好高興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可以成為香港微電影天馬獎2014嘅受惠機構啊！咁大會今次希望透過比賽啦，俾到好似兩位咁有前途嘅年輕人啦，可以去發揮佢哋嘅創作才華啦。咁更加希望透過比賽籌到嘅款項咧，可以真真正正幫到社會上有需要嘅朋友嘅。咁我知道大會今屆嘅主題草根啦，亦都同你哋中心做緊嘅社區服務不謀而合嘅喎。係啊，我要多謝天馬獎大會，今次籌得個款項，其中咧就會用嚟支持我哋呢個小白兔信箱服務。我哋會組織啲義工啦，定期以書信關懷同埋支持地區上貧窮嘅兒童。除咗信箱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會做一啲節日嘅活動啊、家庭嘅活動啊，使到小朋友感受到社區人士對到佢哋嘅關懷。咁真係好有意義喎。我知道咧，天馬獎仲特別咧拍攝咗一部關於草根嘅大會微電影喎，真係好有意思㗎。係啊，你講到呢度咧，咁我即刻播我哋大會60秒宣傳片俾你哋睇下先。好啊。兩位年青人都一齊過嚟睇啊！好啊。你有冇睇過台上面本書啊？你講嗰本年刊啊？如果係遲啲揾男朋友咧，我一定要喺蓮塘入邊揾到佢。哇，整翻個招牌炒飯食下先，裏邊咩都有。你傻㗎？喂，你班車就嚟開啦！我冇錢交，咁點算啊，家姐？手機啊手機，如果我今晚抽中嗰部6S，你就要光榮隱退㗎啦。睇完套宣傳片，我都好有興趣睇下成套片係點嘅樣。Hello， 郭生，咁你真係要上我哋嘅官方網站或者社交平台嗰度慢慢欣賞啦。咁欣賞完之後咧，亦都可以喺裏邊睇到我哋嘅比賽詳情嘅喎。咁今屆咧，我哋嘅比賽係有56,000蚊嘅獎金咧，分佈喺7個唔同嘅獎項裏邊嘅。咁今屆嘅評審準則咧，特別係以切合主題啦，同埋劇本創意咧為最大嘅依歸嘅。咁我哋希望可以咧，俾到一班冇一啲專業嘅器材嘅朋友咧，就算佢哋只係可以憑住一個手機咧，只要有創作靈感咧，都可以製作到佢嘅作品去參加比賽嘅。咁我哋比賽咧，去到10月15號咧就截止㗎啦。我都可以報名㗎喎，係嘛？當然可以啦，郭生。我哋今次嘅比賽咧係有學生組同公開組兩組嘅。咦，我見到個 QR code 喎，我可以喺呢度報名㗎係嘛？梗係可以啦，你試下都。哦，等我試下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郭烈東，係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嘅總幹事。香港微電影天馬獎2014，除咗可以發揮你哋嘅潛能，最重要嘅咧係透過你哋嘅參與，能夠令到活動咧係籌得更加多嘅善款，真正幫到有需要嘅基層朋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湯兒。睇完咁精彩嘅比賽簡介之後，係咪好想參加報名呢？咁我即刻登入以下網址，了解報名詳情啦。仲有唔好唔記得啦，上 YouTube 睇完整版嘅草根泥樹頂花，阿怡同奕藍嘅結局就等你哋發揮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 Ho 海峰，香港微電影天馬獎評審之一，一個能夠發揮大家創意嘅機會，又可以關注社會問題，呢個微電影比賽你又點能夠錯過呢？快啲報名啦！我好希望喺決賽日見到你。